天气小热，用电的状况也要关心。最近国民党有批评台电讲，核电厂内有用轻柴油的机组咧供电，这是咧发污电。对此，台电是强调发电拢有记录，唔是污电。另外，这礼拜五，风力发电甲光电的发电量是创下新高。台电强调，供电是袂食力。但是对此外界质疑，若是国内用电是无欠电，最近争议真大，中央大力咧推动的协和电厂改建，敢真正有必要？天气小热，雨风甲光发电充足。台电指出，拜五中昼12:16，光电发电量超过707万千瓦，加上风力瓦8万千瓦，拢总达到806万千瓦。针对最近台电风也出透过核电厂内的轻柴油机组发电，作为一般供电使用，根本咧发污电。台电强调，无污电只有绿电。这个都创下历史的新高纪录。那也就是说，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大概5度电就有1度电是来自再生能源。那拜六天气更较热，有个尖峰避震用量率达到22.96%。台电强调，供电无食力，也毋过外界有关质疑，蔡政府几下摆讲无欠电，安怎要拍拼推动协和电厂改建屯海起势接力？台电表示，这是长期的电源规划方案，要应用经济成长，用电需求突然增加。我们去年的用电成长是非常高的，比我们的预期要高很多，所以我们的这个电源的规划会从宽，会宽裂。也毋过，反数只开发的一方无法度认同国内放进用电一直成长的经济模式。国质疑台电的电源规划并不是建立伫实在评估。从北部火力发电厂到深澳电厂，到现在协和电厂，我们用废发电已经要100年了。3个世代的基隆人都在用废支撑着北部的经济发展。台电说明，会伫绿电变忙真上大的拍拼。也毋过，燃气机组这种交接能源也是需要开发兴建。也毋过，反对协和电厂由改气的团体佮表示，并毋是反对能源转型，愿意全力支持协和改造再生能源电厂，反对新建燃气机组继续威胁在地人的健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